3個圈先啦，我做翻個簡單版啦。OK， 咁啊3個圈穿腳，咁而個難度你可以選擇高啲或者低啲，你自己去選擇。咁啊，譬如我想高啲嘅，咁樣我就整翻高啲啦。而3條帶記得分翻開。好啦，2號位 ，OK， 膝頭哥下面嘅腳踭，大腳球、小腳球都喺2號位。然之後，我第一件事就係、我可以做呢啲作為熱身啦，抖震，亦都可以 hold 住，當你 hold 1分鐘，得唔得？練翻臀中肌啊、外旋嘅肌肉。好啦，然後最主要係做咩咧？先腳踭踩實，小腳球再踩實，大腳球再踩實，再壓開，就喺呢一度 hold 啦。咁你全程咧，你就要 hold 住，要3點要踩實。OK， 咁 hold 幾耐啊？得嘅話你就1分鐘，唔得嘅就10秒，10秒，得唔得？